美商科博公司因为甲工业的废弃物拼伫咧农地，今仔日早起是由相关单位来进行勘查。汤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后手会照这个检测的结果来认定，若准有违反规定，就会依法来开单。也若科博是回应讲会配合调查。 乌头去开学，立法委员接到陈情，讲美商科博公司台铁矿落发罗塞违法等地汤圆杨梅生生段落地，日早起进行现勘开学甲采样，伫一片光过林地2至5公尺红土大地开学3个坑，发现50至60公分的红土层下面有达到3至5公尺技术废弃物，由相关单位采样带回检验分析。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一座小山丘，他用绿色的那个网状把它盖住。后来经过了几个月之后，那个网就吹开来了。林江人士表示，等下农地伫2015年的防违法囤2000至3000吨的台铁矿绿化路塞，违反农地使用。 几夜班向科博环保单位甲对地行为真反映，2018年有刷走部分，也不过又愿以大量红土砍掉，营造恢复农业基上。李伟表示，无论台铁矿绿化路塞敢是产品，肯定农地都是废弃物，都爱依法惩处。你又是违法的再利用或违法的那个储存，这些行为呢都。 不管你本来是什么物质，都可以视为废弃物，就应该要依废弃法去究责。地主这边呢，也进行开挖后呢，由环保局这边进行采样送验。那后续呢，我们会依照检验的结果呢，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认定。 看守台湾协会认为，废弃法对什么是废弃物已经有明确定义，对违法弃地行为，就应该以废弃法究责。 汤圆环保局也表示，后续会以检测结果进行认定，若有违反废弃法规定，会依法开罚，加依上罚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